早晨啊，陳太。Patrick Sir 你好啊，我女女數學幾叻㗎，但係有個情況令我好疑惑。平時我叫佢遞2支顏色筆、3粒糖俾我，佢做唔到，但佢有順序講得出1至50嘅數目字㗎喎。我可以點樣教佢數物件啊？其實小朋友順序講得出數字，並唔代表佢識得數數、排列、分類等等呢啲早期數學概念㗎。而小朋友未識數物件，只係因為佢嘅邏輯數學智能未到嗰個程度啫。就等我同大家一齊探索下邏輯數學智能 （Logical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）。邏輯數學智能唔單止涉及數學運算同邏輯思維，仲包括發現以及解決問題嘅能力。喺培養邏輯數學智能嘅過程入面，其實唔一定同算術有關㗎。尤其對啱啱開始接觸數字嘅小朋友，要打好邏輯數學智能基礎，就要將學習滲入遊戲裡面，效果可能比你想象更好。至於點解小朋友順序講得出數目字，但又數唔到物件，好有可能係因為佢年紀仲細，所以邏輯數學智能嘅發展仲係有限。不如我哋一齊入去佢嘅腦袋睇下啦。果然有障礙，點先可以通過呢個迷宮呢？睇嚟同上次一樣，要試下通過遊戲學習去幫助小朋友嘅邏輯數學智能發展打好基礎。等我即刻為大家介紹今集嘅遊戲分類小助手。今日我會化身成科學家，呢度係我嘅實驗室。台上面各有唔同顏色嘅膠樽、鋁罐同紙盒，每一種器皿各裝住唔同份量嘅米。一陣小朋友就要根據我嘅指示，利用台上嘅物件進行分類嘅練習。分類嘅範圍包括重量同顏色。呢個係一個初級嘅示範。如果想試下玩進階版嘅小朋友，可以留意住片尾嘅 Level 2啦。數下台面上面有幾多樣嘢係紅色嘅？1、2、3樣。Good。台面上面有乜嘢嘢係紅色？啱喎，叻叻！透過分類遊戲，可以幫助強化小朋友對數量、圖形等等嘅概念，有助打好邏輯數學智能基礎㗎。我想要最重嘅膠樽同埋紙盒。keep 住練習，可以培養小朋友主動思考、同其他人溝通、推理同判斷等等嘅能力，幫助強化邏輯數學智能基礎之餘，對溝通技巧亦有一定嘅幫助。成功走出迷宮，小朋友可以進一步發展邏輯數學智能啦。相信大家都明白感官刺激嘅重要性，但係要支持寶寶腦部嘅神經網絡連接，都唔可以忽略營養嘅重要性㗎。其中一種營養就係神經鞘磷脂。神經鞘磷脂係形成包住神經元髓鞘嘅重要成分，有助支持腦部發展。髓鞘嘅形成會令神經信息傳遞加快最多300倍㗎。回應返頭先位家長啦，放心啦，只要 keep 住同小朋友做練習遊戲，打好邏輯數學智能嘅基礎，之後佢學數物件嘅時候就會更加得心應手㗎啦。已經掌握到 Level 1嘅小朋友，你哋亦可以嘗試 Level 2配對遊戲，將物件唔同嘅部分拼返埋一齊。例如係將唔同嘅蓋配對翻適合嘅樽，咁樣都可以幫助進一步掌握邏輯數學智能。不過玩嘅時候記得留意住小朋友，唔好俾佢哋將台上面細小嘅物件擺入口啊！下一集我將會去探索另一項多元智能，究竟會發生咩事呢？記得留意啦！將你同小朋友玩遊戲嘅過程影低 ，send 去衛視營養品香港 S26 Facebook Page 嘅 inbox， 仲有機會帶小朋友嚟參與下集拍攝，為腦部發展一齊努力。